3月25日小組討論嘅第一條題目咧，就話以下3樣嘢邊一樣嘢最能夠咧係啟發人啊去思考人同埋自然嘅關係嘅。咁啊3樣嘢，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山川漫遊啦，第二樣咧就係耕種體驗，第三就係生態研究。嗱，首先呢個係涉及一個中國文化好重要嘅知識嘅，就係人同大自然嘅關係啦。第二亦都係涉及一個哲學嘅知識喎，就係客觀同埋主觀嘅關係，客體同埋主體嘅關係。嗱，首先3樣嘢，我認為咧最唔能夠思考人同埋自然咧，就係生態研究。因為生態研究你係用一種客觀嘅方法去了解大自然，客觀嘅方法去了解大自然咧就比較抽離，人同自然之間係一種主客嘅關係，人係主，大自然係客。咁就好難去代入其中咯喎，好難去真係同大自然去感通同埋交往，因為中國文化最強調就係同大自然感通交往啊嘛。中國人行山同西方人行山都唔同喎，中國人行山咧西方人行山咧就係好多時候以征服 wonder 為主嘅，就上咗座山之後插支旗喺度 I'm the king of the road。你見到陶淵明啊、歐陽修啊嗰啲《醉翁亭記》啊嗰啲咧，你好少見到佢哋咁做，唔係好少，直頭冇見過佢哋咁做。佢歐陽修唔會插支旗喺徐州度 I'm the king of 徐州咁，你唔會噶嘛，係咪？咁點解咧？因為中國人行山咧就係講一個中國文化境界，就叫物我兩忘，就係物就係客觀嘅嘢啦，我就係主觀嘅嘢啦，兩樣嘢係融為一體。辛棄疾有一首詩啦，宋代因為有出名嘅文人，佢話我見青山多嫵媚，料青山看我也應如是喎。佢話我睇住青山覺得青山好靚，佢想像到青山睇佢亦都會好靚咯。呢一種就係物我兩忘嘅境界，人同大自然融為一體。咁所以你問我3種裏邊邊種最犀利，就係山川漫遊。因為你上到去山川嘅時候，你感覺到自己嘅渺小啦。你上到山川嘅時候，你感覺到人同大自然係交往嘅，係做朋友嘅。而第二種咧，呢個耕種體驗咧，都係比較物我係抽離嘅，就物還物，因為你係借助呢個客觀大自然種出一啲食物啊嘛。咁呢個你係利用緊大自然，你唔係真正做到物我一體，同大自然係做交朋友嘅。如果你真正能夠同大自然交朋友，視萬物皆有生命嘅話咧，你思考人同埋大自然嘅關係嘅時候，你就用一個更加親密嘅角度，更加仔細嘅角度去思考呢個問題，你就會懂得咩叫顧惜嘅咯。現代人講環保咧，都係從功利嘅角度啦，係咪？環保我哋就可以可持續發展啦，環保我哋嘅生活就可以好啲，下一代就可以咧健康啲。但係我哋真正嘅環保咧，其實就係山川嘅漫遊，可以同大自然做朋友，可以同大自然交往感通，你先能夠真正嘅顧惜愛護佢哋。所以呢個就係中國文化強調嘅人同自然嘅關係，係冇主客之別，係物我兩忘嘅。咁啊，希望即係嚟緊嘅時間咧，大家去揾翻其他嘅 paper 啦，可以花多啲心機。我以往咧拍咗好多片嘅，可以鼓勵大家睇翻作文啦、閱讀理解啊各方面。咁我嚟緊陸續都會即係拍一啲提示俾大家啦。咁啊，祝大家考試順利。